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近几年大部分都透过我哋的手机啦，无论我哋电脑来看新闻，但是差不多在民国50、60年代的时间，大部分人都对报纸来看到今日发生乜个事情。我哋今日个荣幸邀请到嘅系今日美农嘅创刊人王胜雄先生来到我哋嘅节目。也同我哋讲，當初伊做乜嘅愛判定我哋呢？今日美農也嘅報紙，我哋馬上歡迎我哋王大哥來到我哋現場。王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農嘅王勝雄。係，勝雄大哥，我想問一下嗬，當初你做乜會想愛判今日美農也嘅報紙咯？當時嘅傳播環境。報紙量3張，地方版差不多1/3免，所以地方的事情特別看不到。但是民國58年美農發生一件大事情，高雄強國元首合作社發生重大的弊案，有人講走蟲，也有人講跛腳，係高三59年係太熱，6年的美農農會發生信用部擠兌案件，係閃閃的模範生，因為咁多錢，69年，60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當時嘅可以講讀基本書嘅人，大家人心惶惶。都在台灣何去何從？不斷地談論，包括61年嘅時間，我讀到莊俊輝、施信良嘅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以後，我寫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差不多3-4千字詞，但是我太少沒有，因為激發。美農嘅嚴格係經濟風暴態勢來決定，睇什麼學生嘅這樣。今日呢發生嗰種事情，第一係後來談蔣經國考判，一個大學生冇可能亂寫。第二，車動們求職體力班都來到美農。沒來哦，都挨屋下隔壁嘅葡萄園看教人呢，看日到細下個寫個到底都在真啊假，每句話都發生。假如屏東鹽業廠嘅賣鹽嘅技術，一個事情之前還能寫文章做文藝強人，我朋友過校炒藝嘅，睇。我初中都開始寫國文，寫嗰種那個呢呢濃濃的文章。當時我都見問，我個也係辛苦耕田種田的阿媽叔叔會幫人讀書，那啲文史怕沒按嚟用嘅，文史應該還有我從業嘅義務，所以我大三開始我都想講人生都一連串的檢測，我當時我就問到太少了，太平洋做編輯的，就過來美農高書生再要判一份刊物，當時按照乜個都唔知，所以嗰陣講我判一個東西萬人嘅歧視，萬人嘅樣樣冇，完全中係出格。到太細嘅時，林懷民老師，伊睇我太細，我先也太三嘅課，以後我去正太西語系、西洋語文系嘅太三嘅學生嘅同人報告從理科小說嘅創作背景，都美農嘛，我喺東里島咯美農咯，第一講我不想因為我記得個清楚。我太熱同高雄坐夜叉平快車到台北，差唔多開學天2班我同學
鬼好心，你妈妈都常啊去路口包水饺。你哪里人呢？南部，南部哪里啊？高雄，高雄哪里啊？旗山，旗山的，你怎么不会讲闽南话呢？隔壁，无年底啊闽南起来了，甚至还输过屏东也闽南镇。民国61年台湾的社会真动乱的时间，大家都唔点样，我当时我都决定要归上。潘某个同学呢，潘一份报纸，我妈底下个同学说按英文做按到 community newspaper， 而是 grassroots newspaper， 我妈唔知，然后我就开始寻资料，寻啊，还是要靠新闻研究所我。然后讲情况来有欣赏，我直通来嘛。泰山，变成出，因为下一篇文章，他要差不多请来做小弟啦，执行编辑做小弟，每一章也在歌给编出来编。看一分看我对我来讲已经唔免难事呀，因为我高中开始都编胸中强眼，胸中。泰山都在侦探做校刊这种，本来侦探嘅校刊从来全部都係新聞嚟嘅，我查一分冇考對咩，但是我嘅解出嚟，邊個嚟出啊？所以當然有人講，冇法約佢讀緊先咧嚇，當時已經小有名氣，暫時睇聯合報啊、中央日報發表文章啊。穿了18高飛啊！後來發現太慢，後來我要翻譯國家一樣不到500，一陣間審發費都有嘅。所以我喺鬼迷龍潘日嘅報紙之前，我已經出版3本書，還有翻譯了4本書。結果呢，太細就考對研究所，不但考對，還700分數。當然，當時唔點樣下查1分至少冇考對新聞呢，靠新聞所編第1名，靠5科還創業，靠4科還錄取，還唔係最後1名。全部人都去到學校行前題目，我唔前考對，唔知會對啊唔會對，我都題目我都講過。鄉村社區報紙同鄉村社區嘅發展，我都按研究一個，唔知考對啊考唔對。正太新聞研究所新聞那個先生全部底下給他係我嚟討厭嘅，所以我單個題目去考研究所。一般嘅碩士論文差唔多出頂多利用寒假暑假過來美容，美容嘅判個報紙我支持嘛，對美容有幫助嘛，非法慢我哋出現咯，大家咪講嘿好。冇乜嘢出，我同我想講安尼啊吼，假嘅，有來判白起，當時嘅喊係演示排版，印刷廠點樣咯？美容冇印刷廠哦，喺屏東，暑假，理工大橋係冇橋嘅，好可怕。想不想打仗呢？同埋聽說我的朋友想不想打仗？白起順利一點，做7次調查，寫出了論文。先生問我講啊，反正我佢差唔多等於已經博士論文的規格了，做7次調查，攀坡前、攀坡後、天賦、非天賦，總共7次調查。又面對一個現實的門，邊有一種乜嘅？係66年5月的退伍，民國65年退伍。我先生正在新聞所有嘅先生摸，所有那個先生摸一個人戰勝來過來。有人講我唔喺台北上班，攰咩？我老師我攰唔得咯。我喺台北上班，我喺做到好，我喺頭家冇幫我攰；我喺做到唔好，我冇面子攰面咯。夾菜，
推你就过来，人生呢，就按你先称嘛，头先讲63年判1000块的，你知嘛？因为从提来签字排版、演示排版占满规，你看嗰神奇哦，民农药局还呢以及2等的药局，冇干的国内邮资已付的邮戳，没有错据，所以俺63年米一分，当时有700人分，米一分这个叠邮票，所以俺论文就下很多困难哦。可是其实从沈雄国安尼讲系向，我发现讲，家中讲用人家讲法来讲法啦。其实沈雄国这个本代都已经有一点提都市谋生的一点能力的，这个用翻译可以学这个，哈，你这个要硕士嘛可以提新闻解轨道，但是，都很这个生命，你希望讲加个过去民农去做一件事情。最好我同喺先生讲，台北冇收危险。特别青岛比外国每年还赚蛮多，但是民农收危险可能唔乜攞嘢。其实相同的王泰国讲的，台北唔差一点人，但是没有民农收一点人来闹嘢。休息下我，等下我哋咪嗰度讲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的上档节目，我哋来宾今日民农的创刊人，我哋呢王沈强太过同人讲，伊当初很用的归来民农也攀入的杂志，攀入一份日报。啊，相信吼，头都从他个泰国安尼讲的意思讲，其实你睇台北佢有一啲quay太发展的空间，但是就头都唔讲的，台北唔受益的，但是民农受益的人都冇人闹嘢。但是我想问一下讲。几时前人家爸爸妈妈，我因为讲，哎呦，你这个安有彩挑，这个又要出书，这个又要学这个，你给台北有市场在流，你做嘛过来民农了？我刚才讲，人生还是一连串的选择。民农人读书，阿哥读书是忙做工，阿妹读书是忙练咯，加好多工。但是我都讲，这个。家教佢成绩，係佢阿媽同我講，教鬼強哦，教鬼死哦，教鬼睇年子去搞冇事哦，做唔起個歡喜嘅事情，我偷到個加油過去哦，不過我做貓也全部支持，伊嘛正太的室內畢業嘅，伊今年吃，我唔告訴佢同我聽書打死。都唔想本係有後顧之憂，我都看見了相同，我嘅價位也相同。人生嘅情況一連串的選擇，不可能講啊，榮華富貴集於一身，奇險自豪喺你身上，唔可能嘛。我已經72歲，我還有熬夜，真好命，但是冇價位的真壞命。人生唔係講緊上乜嘅都上乜嘅，咦？個民農嗰度譬如講山後嘅，你睇民農將近邊個源頭呀？乜嘅嘛有，我講我唔是邊將近咗，我乜嘅嘛有，係咪？我一按到10年就要機會考，有人講我要考甲中鐵考，我唔會，我唔覺得做過，哦，我識嗰度，兩個冇講出來，青島機會我可以做過啲機會我。因為我唔識得做nhà鋪啊，我唔識得做nhà鋪啊，我想要做一個自由的人。有幾方面，風箏飛到再高，自由呀，自由比再高啊，還是不能對論的。我就想做我這個自由。咁從這個歸來民農以後啊，你創辦了一個人家講亞洲第一份農村社區初見的一個報紙。嗰時間對一份報紙的定位係乜嘅呀？因為一開始你都會講，
你这个以前看到安度事件的发生，然后你看到这些报纸全部对台北的角度来看一件台湾事情，唔怕有乜特殊事情。講啊，一個報紙出來報一個人投新區，給人幹麼嘢，給人也來得報紙啊。有啊，我一開始有過多，就是不因為一條東西，這個總統總理時就係有，我說。嘛底下一個東西，嗰種有塊啊，天賦的人都底下。但是問題是美容這麼多問題，歸到美容是一道問題。美容一個地方中產口，實行的完套，出有辦法，請歸到人當出，啊，但唔是政府所出錢，演去搞一模款，已經明年一模款，下禮拜都等出來，比那個報紙等得真實一點。美容冇圖書館，俺就太好商量講要成立農業圖書館，約下去，不但農業圖書館完成，林懷民老師還帶也原文有機40人的美容跳舞，連來跳都唔得，也種替辦都冇，勉強。最後原本5級第一次下鄉公演是用什麼名義表演，你知道嗎？外台戲。誰敢做啊？刁難啊！一來刁難，還唔刁難。總理我經驗我係提一個創意，總理我經驗過。美容人來寫美容書係提一個很出來嘅，所以美容還有提一個立法委員。新聞記者一個行業啊，同乜個行業冇相同。一個行業可以談龍附鳳。我一個好朋友同我講啊，做記者啊，簡單加一級。你採訪新主席唔比新主席過台，你採訪行政院長唔比行政院長過台，免台啊，波沙台啊。但是美容冇使用係講好法啊，美容咧使用係講好法，美容嘅問題一太大咯，政治、經濟、教育，冇一落唔得，所以嗰陣人係咪落士官咩？我前天做落士官，我唔做事啊，咁你做事我就落咩？我講最關鍵一條講，你咁唔做事我就落咩？可是嗰時間，都已經把人們今日美容定位成一個我哋講針砭時事的一個算是報紙誒。新聞就按，唔敢寫，人都敢講。你如果敢給人發路話，你敢寫我就敢爆料，啊你不敢寫我也不敢跟你講，這樣咩？嗰種人唔寫我做乜個資料唔就貼出人咯？嗰種記者做呢？甚至係後背有了嗰多個啥記報紙全部變啦，歌功頌德，係咪應聲蟲？但是新聞記者應該琢磨呢。我舉一個例子，日本的朝日朝日新聞的總編輯，當然幾多年前的啦，我哋唔前出世嘅時間，幾多以前，日本內閣要請去做官房長官，等於差唔多等於台灣嘅秘書長，但係聽我哋做官員，嗰個寫記者講，哼，你做個官房長官不過是辦事大臣，別人是犯了的。你做朝日的總編輯，內閣總理看到唔會，我哋每一個寫記者看到唔啱的，我給他做呢辦事大臣做嘛咯？台灣的傳播反應過神奇哦，唔見從係有很多係點個呢，一到記者出身的變到政治人物。佢從嗰時間，你這個一開始過去美容，然後發現了很多問題以後，我哋睇到我想到講，咁嗰時間我幾多人來攻擊嘛？譬如講像有啲人嚇拿到好處嘅人，拿到好處唔做事情嘅人，伊咪本日出來以後，係講我唔單止有啲人攻擊我嗬，係我民國69年，新聞局本來請我去台北主持促進報紙發展中心，然後名字官方名字咩嚟嘛？要不你搶這個？
董永泰要杀运呢，本上应该有一个公司的剧，但蛮太了，我人唱这个。闽农有一句话：荒田无人耕，一耕出上涨。三起脖子疼，民国40年，姚鹏老师，鹏哥啊，第一次提报学下，那我们应该办乡村报纸，可是40都今年闽农出刊23年。所以贵岛先生正是讲来甘肃的新闻界跟新商站满上来，因为很多人的理想，包括潘家庆老师，也全部有一个梦想，讲乡村而有美国1万人干呢。但是我闺蜜拢系填，你按没讲填表人，我根本第一，我忽略的事情，不知道的事情。闽农当时2000年的一年生产2亿，所以我就要下一本书，叫做《台湾烟草志》。那个海气124，就要写台湾的烟囱。我规岛闽农，当然书都他们都100几档。我用嘅。我也可以县城，特别美，但是后来呢，还马上去苗台坡上班呢，30年就帮我写个研究的写文章，民国70年30年，当时的薪水怎么好呢？一年3万元呢，我父亲家搞出一年1万多元呢，我去干嘛？我去搞党外杂志。我曾经帮3家党外周刊创刊，深耕、蓬莱岛，还有星火。我也帮80年代前进、深耕所有的党外杂志，只要你出题目我就写。可是其实唔单止讲对闽农的事情过于重视，其实对我哋其实台湾的民族发展嘛，作为一个国家嘛，它的一个帮助。时代行啊多安尼，然后呢出主刊，我哋唔晓得啦，我9年啦，全台湾当时抢我就判，我开始都今还没嗰做主刊咯，今晚还没嗰做主刊呢。咁系讲话人生轨道现测。其实人生真是有轨道的选择，但是要不选择，它最慢如果提供多时间做选择，是错的还是唔错的？尤其下午等下我哋咪嗰度好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宾王沈雄王太哥同人讲，伊当初做乜爱攀我哋嘅金叶闽农。我想问下王太哥，当初唔攀金叶闽农嘅时间啦，吼，你几时有多年同听书啊？第10攀，第63年，用30倍，有啥呢？我去搞到8頭蛇，帶全8頭蛇，包括人前住民，伊嘛伫遐聽書。所以，但是我后来所有，我去學校讓政大傑出校友，全部感謝伊。我一感覺我一寫人最了不起嘅，我前面大家人聽書。我喺冇人聽書，我完成一個論文，一個冇可能，我冇人會。啊，第一次嗰度採體驗闽農嘅老師也同我聽書嗰度，也冇辦法一一來講嘅。啊，第3次因為印刷的條件改變了，漸問我做冇需要，聽書你如果寫，都要把第4次出版的時候，那印刷還是麻煩你啦，大師麻煩你。
也唔敢讲抢爱给你，有你同天数因素，有你同天数跌的技术一样。要某个事情一给你做起来就嘛，要不然，但是人生就安尼。所以俺都喊你这样喊，也叫技术起咩？技术，喊还把3、4个朋友的天数，等于开会也等于聚会也等于吃饭，也等于工作，对吧？刚刚想问一下吼，他其实这你要天赋迄乜嘢？乜嘢去听报纸的呀？天赋有2种，一个外行的做熟悉同乡会的名册基本言，有兴趣的有什么嘢做听，天天都在面容，记得在面容，从去学多拜多视察这样的采访，每日，那你当时没有周休2日嘛？每张人输到每礼拜输多钱，600付运输费。当时的邮费占蛮贵，因邮费占蛮贵，当600，贵到韩语那边划拨。因为我从来不是烦恼运输费，从来不是烦恼运输费。有烦恼第一摆，给演示排班给按规个时间，没烦恼。我后来就不是了，他们都平常输到位，都600付运输费。翻杂志最难的唔係睇一個壓力最大唔係睇。我也唔會講一條人的翻譯用安尼做都好，因為主要冇私心。對面老師講，本做正宗，可能會寫文章馬就講，你做唔到咩？這工作個質量的水準樣他還會點？經費有問題咩？本做正宗，可能會寫文章馬，往什麼種做個馬個正宗啊？因為冇人按我樣，所以但是你能所以第3本書還有很多。激進的小鎮，冇問題啊，美容替代冇問題。經過有40年了，美容已經變成了用鄉鎮的比較怕，算數1數2的知名度的台鎮。我可以太膽講啦，希望見你美容。希望今年美容安尼衝撞政工所農會，地方的幾多事務啊？美容也冇你回事。美容因為過去美容有中央名特的，也有生意人的，以前冇。所以一個地方的改變，當然有唔同。安尼講唔係講改變。去做出有按多人同埋天數，按多人天數，你做在同一個地方，就唔搶給你，唔敢講搶改歸唔咩安尼意思說，佢過去都可以簽到嗰多人同埋天數。剛剛也問題意思想唔清楚講，告訴人家意思講，其實一份報紙一太通嘅係一啲像美容也會修正的一種。講，他跟人傾下去討論事情的一種風氣，同時係嘛係講帶動一種民族的一種發展，後來變成美容出來按到補妝啦，按到一種真正人物的一啲歌唱係咪？像我最近安州發生的事情，台灣美容共產黨判第4庭的4世紀，都供養升級。我唔錯個，一個供送升級都好巴黎玩一皇台地，可是嘛牙燦燦的，蠻錯個亂急咯，我今年看到啦，供送升級。當然啦，地方嘅發展係模擬去指出。
当然，目前睇面容身法的人係算好的最高嘛。我看到問題當然一般人看唔到啊。我判一個看不最痛苦的地方，我看得到問題，你看唔到。嗰種面容嘅人，你嘅寫醫生那樣嘅，有問題哦。我錯嘛？但是一般人就係有不平啊，我關係，不但不承認他有病，不但唔承認這個有毛病，還要罵我。但是我無所求嘛。面容嘅真正有啲啊，王神雄，所以後來真係嘅接觸下來，本來是我嘅生態新聞員有時候個學弟學妹的話，報告學長，我們台北都知道了，你沒有價錢的了。我買呀，特別貴多咩？買有買你嘅你，買有買的你，係咯，係做美容人的你，我從買人都好，啊買人都唔好，我就講過嘛，我做症狀係做乜？我都發現我都睇到做症狀會罵嘛咯，做乜？當然，我都睇做症狀，原來這個做症狀做數大有數嘅，冇機會試驗啦，冇機會試驗講啊。我說你講得緊你，我都講最簡單嘛，按做面容。唔講佢抹佢嗰個菜，佢抹嗰個菜，啊面容就冇咗hết咯。面容以前那年嘅38000年同民國41年相同嘅呢。我好想想哦，面容今年目前的人嘅同民國40年佢面容係咧高雄人最睇真呢。你唔知，你唔知啊，因為你想睇下面容，面容有變啦，面容種最多人嚟來醫咯。故事等於講，你這個判入嘅檢驗面容判到更加嘛有對從寬後開始60年，開始到更加嘛40年咧。等於講40年地方，你還是看到嘅幾多。其實可以改進的地方，其實還可以去發展的地方。咁對未來呢，你係咪用繼續用咁嘅角度去看嘢事情？但是我有一個發現，頭擺嘅比我多細嘅人做症狀做乜嘅，係講過路不得，因欠然後罵我也好，但是也係減少啊，不過細號嘅，我講係細號嘅。我冇看偷塞偷蹲的，我指出一個問題，唔係講我敢偷某個東西，偷唔到我樣敢修理唔咩啊？因那啲確實有問題。今年後生冇相同嘅，今面容台面上嘅人，我全部變係個後生嘅咩？我開始講面容時，每一個面容真正人，我全部變係個咯。今面容佢所有嘅真正人，我變係個誰？我經常發現我冇呢啲，唔是看人鬧啊！手機打開了美容嘅，發現美容看到美容之美嘅你全部過講。但是你一看到美容條條，嗰條老人家哋嘅買2條番薯嘅2條公仔，怎麼會這樣？而且美容。本人講嗰度吃8分嘅人，係同一度南龍國做面容嘅市場拗，我都冇看過人講嘅，唔用看得到咯，人3更半夜出來，他們都是3更半夜出來，太亂嘅人，我用看得到，所以啲面容馬上都係嗰度安尼。我一個朋友嚟講，佢買酒店。一個老人家拿500元去買酒店，買酒店就招幣，你本人搶走，買也順利搶走。有啲問題唔會上報紙嘅，也唔會上電視，也唔會得講你諗嘅咧。
会讲嘛咯，他假如会讲，但是我们来面对一个问题，我也冇安太希望讲下面容一样嘅咧，因为面容嘅后生可能也有办法抢救出个故乡冇，故乡唔係危險嘅。我哋早期嘅媒體人常常會把改變也會社會做成這個人一生最重要嘅事情。一句話有一句話，我哋一生懸命。我哋對今日嘅節目地方，我看到黃太哥伊嘅聲音，利用把改變也會殺氣，改變也會修正，做成伊生命最重要嘅事情。我好彩有我哋嘅黃太哥也按拼命做樣嘅事情，那俾我哋更加有一啲個公平、個民主。個平凡嘅社會，今日個感謝我哋太高了，當我聽到同我講安度，今日面對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工作人員，謝謝。休息一下哦，等下聽下來先來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平，今日要教大家係伸展嘅瑜伽。伸展瑜伽，能準備好冇？請放起來同欣賞來做運動嘅哦。好，拿出彈力帶，我們要來做暖身哦。好，第一個動作，請豎身高，好，喺下面。再上來，因為底下呢，能豎嘅動作嗰度，好，要同你豎來暖身，轉，加上轉，慢慢地轉開來，轉上去，再轉下來，打開。欣賞同下來做哦，一隻手用下來，另外一隻手用來緊條，用來另外對緊條，再來送出去，緊條，用來另外一隻緊條。記得咯，都是要豎下去哦，豎放來，是豎要夾緊。好了，完片。停頓欣賞，慢慢地做，配合你呼吸，兩隻手，再擺。用下來，同嘅彈力帶打開來，拿放來，好，然後好啲旁邊伸出去，豎過來，打出去，伸出去做停留，4、3、2、1，豎過來。記得手要伸出來喲。
做一个扭转，归中间，弯片扭转，更加夹鼓哦。归中间，弯片鼓下来，这米两摆，加油哦！我做起来哦。更加长的弹力带拿下来，好，捞起来，好，不用耸起，侧弯腰，一只手固定，另外一只手绑，3、4。你上面绑，咱个做数要固定好，唔可以变安尼哦。吼，一只数要固定好，冇痛。你右手伫上面绑，伫中间弯片，好，更加变呢个，好，右手固定好。周数数下来，再往上拔，鼓在中间，更加长的手，一只手变的后背，好，变的后背，一只手伸上去，会变的安尼。好，一只手呢可以固定在体型的野位，另外一只手伫后背，顺绳伸出，再数下来，也可以调整的驼背。可以做到呢背部的一个伸展，记得咯，我们师傅要夹紧哦，肚子要数上来，手要伸出，数两个，下来做停留，4、2、1，慢慢的数过来，更加来弯片，好，表现的野位，另外一只手上去，好，先不用上去起，跳起的时间放上去，一只手要固定好，冇摇来摇去哦，不用上，放上去。做一个停留，4、3、2、1，好，慢慢的数过来，归中间，好，再来，好，来呼吸咯，同一脚扔下去，两只脚扔下去，扔下来，两只手好，伫前面。
伫前面。记得我绑好了，莫会弹到你自己哦哈。好，拿好来往上，一、二，也作用同嘅拿哑铃同样哦哈，可训练嘅手背哦。四、六、七、八、九、十，做停留，慢慢的下来，还记得吗？你上次绑上去变成 V 字，再变下来，绑上去，起，跳起。你剪条变顺哦，唔可以变得安尼，好，为着爱绑上去变呢上尖的哦，好，变顺，用嘅手背加油。好，慢慢的下来，来呼吸啦。拔剑，弓箭步拔剑，出过来，二、三、四。弯片，弓箭步拔剑弯片，一、二、三、四，好过来，好绑，数过来，弯片。最面上诶，三、二、一，好，来做一个缓和，起，跳起，跳起。今日通做好唔好冇？明日一定要同人哋同下嚟做运动哦，做运动不唔健康，有脑哦，好好运动，俺能下次能来了。